家可唔可以講下你今次選舉嘅感受啊？如果講而家呢一刻嘅感受呢，就已經鬆晒㗎啦。因為點解呢？你所同義工一齊努力嘅咁，即係雖然話係年幾嘅時間，但係其實真係到最後呢個一個月嘅時間呢，其實係經過好多過山車啊。咁如果大家有follow 住一啲即係唔同嘅新聞媒體呢，咁你會知道其實今次係一個好不一樣嘅一個競選啦。咁而家個心情就係希望無論有咩發生都好，你要相信希望係一個歷史性嘅人去投票啦，因為真係有一票係一個好唔簡單嘅事。有人因為即係要呢一票嘅話呢，係會經歷咗有啲好不尋常嘅經歷，所以呢一票如果能夠令到呢個國家邁向一步啦，對於個經濟啦，同埋令到啲人民咧可以更加好嘅話呢，咁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嘅。咁而家呢，就等結果啦。咁因為我覺得最開心係同義工啊，同埋喺聽咗好多市民嘅故事，知道佢尤其是我呢一區啦，即係Don Valley North，佢有好多老人家啦。其實原來老人家都原來係個經濟好大壓力啊。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會諗淨係其他嘅事情，但係原來你聽得佢多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原來你唔係代表你自己啦，你係要代表佢哋去反映去 Ottawa 咁樣。咁今次嘅選舉結果，你有冇信心呢？有嘅。我覺得因為我嘅信心係嚟自盡咗力，即係任何嘅結果咧係即係可能係真係一個錦上添花。因為我諗成個選舉過程當中只要係好公正同埋好透明嘅時候咧，每個人就好似一個競賽，不論係奧林匹克嘅100公尺都好啦。大家邊個先到終點攞到嗰啲票數嘅話呢，咁都係應該開心嘅，因為呢個係體育精神。咁我好相信今次有咁多人去關注啦，我覺得而家係成個加拿大都雖然係諗緊將來嗰個邊個係即係領導嗰個政黨啦。邊個政府啦，又或者好多海外嘅香港人，或者甚至乎 local 嘅香港人，又可能留意住Don Valley North 啦。咁所以呢個意義係到底大家心裏邊留意呢個地方裏邊對你係有咩意思咧？咁我就希望能夠將來能夠將呢一次選舉嘅結果咧，係俾大家一齊分享。咁最後嚟有冇啲咩説話想對支持你嘅選民講啊？好多謝大家，好多謝大家一直好關心鄭敬基呢個人，好多謝大家關心 Joe Tay 到底平平安啊，食得好唔好啊，瞓得好唔好啊，屋企人好唔好啊？咁同埋最緊要，我覺得要喺度勉勵大家，不論你嚟自邊一度，你記得即係能夠喺一個海外嘅地方能夠發揮一個公民嘅責任，而有嗰張選票呢。我相信能夠令到你自己，我哋成日都話要自強。咁當你自強嘅時候，就能夠將自己最好嗰方面，身為一個 Hong Kong Canadian 或者 Canadian Hong Konger 咧，係可以能夠將你最好嘅，令到加拿大都 realize 到我哋能夠可以係做到一個最好嘅狀態。